景世子，为什么传闻中都说你不近人情，清冷孤傲啊？可能我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。可是我觉得你待人很体贴啊。曾经有个人说我是无动于衷的木头，还有永远都捂不暖的冰山。看来你就是为这个人改变的吧？是。啊！怎么了？有蛇。没事吧？我看看。娘娘，可能要冒犯一下了。应该无碍了。这个场景好熟悉啊！娘娘，我们赶路吧。嗯。走。为何还没有找到皇后和小殿下？一群废物！皇上恕罪。你，皇上，你怎么了？皇上，皇上，没事吧？皇上。景世子，你外出奔波，陪我寻找灵儿，府中的夫人不会责怪吧？我的府中并无夫人。嗯，难道你尚未婚娶？是。我以为在天盛，像你这般的显赫才俊，通常早就已经娶妻纳妾了。你是还没有心上人吗？有，只是现在他与我已是镜花水月，可望而不可及。你别气馁，等回去之后，我跟清然帮你和这位姑娘赐婚，好吗？多谢娘娘。应该说谢的人是我。出门在外就不要叫我娘娘了，以后你就叫我浅月吧。浅月。嗯。荣景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景是太阳，是日光，是世间的一切崇高和美好。这个名字很好听，很高兴在这里结识你。浅月，我也很高兴结识你。皇上，你已经好几日没有正常用膳了。放那儿吧。皇上，如今朝中势力处处因为皇后和小殿下对您虎视眈眈，您若不保重身体，岂不让他们占了便宜？皇上怎么了？皇上，皇上，宣太医，怎么样了，太医？太医，回禀皇上，您除了忧思过度之外，并无其他不妥。太医，那为何皇上会心口绞痛呢？这，朕无碍。
眼下还是赶快找到小丫头和灵儿吧。皇后娘娘。你一会儿睡哪儿啊？外面还有房间。娘娘，您身体孱弱，此番在外要好生照顾好自己，生能与前月平淡相守，永不相离。千月，没事吧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做了一个噩梦，我梦见我在一个陌生的林子里，对着一个背影大喊，叫他不要走，不要离开我。可是他还是消失了。雨水狠狠地拍打在我的脸上，我的脸好痛，可是我的心更痛。娘娘，梦都是反的，一定是因为小殿下的事情，你白日里思虑过深，不必担心。假的？可为什么那种感触却那么真实？那种痛是那么的刻骨。不仅是今天，每每遇到这样雷电交加的夜晚，我都会做同一个噩梦，同一个人，同一个背影，同样消失的连影子都不剩。既然是噩梦，就忘了吧。小丫头，灵儿，你们到底在哪儿？皇上，娘娘，生生不离的蛊毒似乎对皇上的身体起反噬作用了，那又如何？这是他心甘情愿承受的代价。我们派出去的人回来了吗？我们的人一路跟着皇后，发现她和景世子共居一室，真的，生生不离都不能阻止她和荣景藕断丝连。皇上知道了该作何感想啊？我该如何告诉皇上这个好消息呢？您这样直接去说，皇上是不会相信的。那怎么办？到时候
皇上，皇后娘娘有消息了。真的？三殿下的意思是，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拿下整个天圣？怎么可能？痴心妄想！没错。三殿下，你领兵戍边的那7年，的确是令我岳旗感到威慑的存在。我敬你有勇有谋。不过今时毕竟不同往日，那时你是鼎鼎有名的安王，现在又是谁呢？我现在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将来我会成为天圣，乃至整个天下的主人。将来，我现在虽然势单力孤，但若是王上肯助我一臂之力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本王的确可以帮你，可兴兵大好国力，本王为何要帮你？我既然远道而来，足见诚意，自然不会让王上做赔本的买卖。三殿下，据本王所知，你此次好像不是远道而来，是远造流放吧？我们殿下的困境只是一时的，总有一天。哼。三殿下，不是本王不帮你啊，只是你手上并无一兵一卒，本王凭什么要帮？如果我坐拥西南边陲5镇3州，可以随意调遣10万骠骑大军呢。你说的可是西南骠骑军，由尔国秦氏相府所掌。看来王上对我国的内廷和军务很是了解。虎符既由秦相所掌，现在又为何在你手上？很简单，因为我设计夺了他的虎符。那秦相现在身在何处？被我杀了。什么？秦相死了？是，死了。王上若是有后顾之忧，大可不必。只要虎符在手，10万大军从此悉数只听命于我一人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拿下！是。王上这是何意啊？卿劳苦不愿，背井离乡，为我岳旗刺探天圣机密20余载，此等忠良却命丧你手。三殿下，到了现在，你竟然还敢问本王这是何意？秦相是岳旗的人，我原先并不知此事啊。狡辩！王上。天圣皇子杀我岳旗忠臣，坏我岳旗大事，现在又跑过来寻求结盟，这期间定然有诈，留着他恐怕后患无穷啊！还请王上立即将他处决。对，杀他！王上容禀，我此前的确不知秦相身份，害得岳旗损失1员重臣，是我之过。若是王上因为此事杀了我，除了泄愤，也无济于事，倒不如和我通力合作。你想怎么补？轻而易举，
用这枚小小的虎符，在天上掀起一场轩然大波，波涛汹涌之时，便是我们坐收渔翁之利之际。好，三殿下，本王宣布，即刻起，乐齐便是助你成就大业的坚实后盾，希望你不要让本王失望啊！撤！还有多久？皇上，绕过这片树林就到了。皇上，臣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讲。一番周折，才从村民口中查出，皇后娘娘不在的这些日子，一直和荣景同住一间木屋，而且什么？而且两人一直以夫妻身份对外示人。撤！没想到你做菜的手艺这么好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芙蓉烧鱼。芙蓉烧鱼，娘娘应该没吃过吧？以前跟清染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帮我烤过鱼，但是跟这个不太一样。看来娘娘跟皇上有很多共同的回忆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自然是有很多共同的回忆。不过，他跟我记忆中的清染有点不太一样。怎么了？他待你不好吗？不是，他对我很好，好到我觉得这世间可能没有人比他对我更好了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现在的行事作风，都让我有种越来越陌生的感觉。他现在毕竟是帝王，和以前总要有些不同。也许吧。嫁给他，你幸福吗？清染于我是无可取代的丈夫，与灵儿也是一个完美的父亲。天下女子一生所求，不过如此。我想我应该是幸福的吧。哇，好香啊！哎，慢着，里面鱼刺太多，我帮你把鱼骨头剔出来吧。慢着，鱼刺太多，我怕你啊，把它给捣成了鱼泥，破坏了我这鱼的卖相。哎，没事吧？突然有点头晕。皇上，没事吧？我扶你进去休息会儿吧。走。撤！是皇上。撤！主子，你怎么来了？10万火急，叶天帝打着您的旗号，在平城发动了叛乱，玉阁主发了疯了找你，咱们得马上走了。可是我答应他，要帮助他找到灵儿。哎呀，主子啊，我在来的路上遇见了皇上，他肯定是来找娘娘的，再不走，怕是就被他抓个正着了。
连有要事，不得不先行回去处理。抱歉，荣姐。皇上，小丫头，皇上，可算找到你了。这些日子你可让朕好找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臣妾为了寻找灵儿的下落，就擅自离开皇宫，可惜到现在都没找到。对不起，皇上，让你担心了。朕的确有些失望。夫妻之间，坦诚为上，你不该不告而别，一人寻责。除了你，朕也是最担心灵儿的人。来的路上，朕有千言万语，可是看见你平平安安地站在朕面前，所有的烦闷都烟消云散了。朕这些时日一直派人四处寻找，假以时日，定会有灵儿的消息，你也不要太担心了。小丫头，这里只有你一人吗？臣妾落难时幸得荣景相救，这些日子也是他一直在帮我寻找灵儿。不过这会儿不知道人去哪儿了。朕也许久没有见景世子了，他可还好？陛下平日在朝中不曾见过景世子吗？你在的这些日子，他可曾对你说过些什么？并没有说什么，只是一直在帮我寻找灵儿的下落。不过很奇怪，看着他，总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皇上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是太惦念你和灵儿了。你知道吗？朕已经多日没有合眼了。对不起，皇上，都是我不好，让你担心了。咱们快回宫，让太医诊治一下吧。太医医不好朕，只有你才能医好朕。皇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小丫头，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失去你和灵儿的这段日子，朕无心朝政，整日浑浑噩噩，睁眼想着你们，闭眼梦见你们，每日犹如百爪挠心。这种地狱般的日子，朕不想再经历一次了。你随朕回宫好不好？可是，灵儿到现在都还没有消息，朕已经举一国之力在寻找灵儿了。你再给朕些时日，先随朕回宫，以后我们一家三口再也不分开了。可若是就这么走了，都没有告知荣景一声，他回来会不会担心啊？朕自会派人告知他。小丫头，你坐好了。瞧。居然没抓到，那是荣景不在木屋吗？这个就不知道了。不过皇上自打回宫，心情似乎一直不大好。阿雾，陪我出去走走，我真想亲眼看看他嫉妒又痛苦的样子。是。小丫头，
你就真的忘不了荣景吗？他究竟为你做过什么？而我呢？我为你做了那么多，难道你真的都看不见吗？听说皇上亲自将皇后接回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来安慰皇上的呀。听说皇后失踪的这段日子里，一直住在一个恬静无忧的地方，不知道是否有人陪她喝茶赏月、耕织狩猎，同起同宿，朝夕相处呢？不要再胡闹了，朕对你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皇上，你这是在恐惧吗？恐惧得而复失，恐惧有人旧情复燃。你似乎知道些什么。宫中处处有人议论，洋洋满耳，我只不过是顺耳听听罢了。都是捕风捉影，不知为信。若真无事，风影何处来？如此自欺欺人，叶清然，我真是怜悯你呀！你说够了没有？皇上是要极度的发疯发狂，是不是觉得又愤怒又悲哀又无力？皇上曾经让臣妾尝过的万千滋味，我得一一回敬给你，这才算公平啊！皇上，皇上，参见皇上，贵妃娘娘。边关又告急了，有5万大军连夜行军，3日之内又拿下5城3关，今日即将突袭平城。领头的是谁？领头叛军，自称为太子而战，为父亲而战。荣景，又是荣景。皇上，平城乃帝都最后一道防线，一旦沦陷，帝都堪危啊！夜视江山，绝不能让他人夺去。传令兵部，即刻点兵。是。请问皇上，打算命何人为主将？告诉将士们，此战，朕御驾亲征。兰姨，你看这景致多美啊！属下有一事不明，我们好不容易打下的城池，为什么要拱手让给荣景？我只是将出兵之名赠送他，只要嫁祸给荣景，叶清染和荣景自然会短兵相接，两败俱伤。到时我们只需坐山观虎斗。那若是荣景不入局呢？你派兰家的人去给他送信。是。娘娘是在找平城吗？阿乌帮您一块儿找。阿乌，平城远吗？从地图上来看，平城离帝都并不算远，不过听说那儿气候萧瑟。以前父王跟王兄出兵打仗的时候，一打就是3、5年，恐怕这一次也是归期难料了吧？娘娘别担心，听宫里面人说，这场战役如果顺利，不到明年霜降，军队便可凯旋而归。真的吗？娘娘，大军明日便要出征，您要不要和皇上告个别？不必多此一举了，反正他心里没有我，就算他战死在沙场，永远回不来了，我也不会为他掉一滴眼泪的。皇上，你一定要亲自出征吗？叛军势如破竹，直逼帝都，只背水一战，避无可避。朕
为了守住叶氏，也是别无他法。只是寻找灵儿一事，朕无法亲力亲为。朕会留下御林军配合你，一定可以找到我们的灵儿。皇上放心，我会让家里来帮我。你尽管把能带的人都带上，务必要保证自己的安危。小丫头，你也不要过度忧虑，要注意身体。皇上，你明日就要出征了，行军路线图部署的怎么样了？一切依计而行。可是，朕这心里总是隐隐有些不安。这是为何？小丫头，你说，是不是朕不配坐这个位置，还是朕辜负了万民的期望，以至于招致这样的结果？兵荒马乱，生灵涂炭。皇上千万不要这样说。自从皇上登基以来，勤政爱民，乐善好施，修建学堂，减免苛税，百姓安居乐业。朝中无人不称赞敬佩。只是这些狼子野心之人，要掀起这叛乱，皇上不必太过于自责。小丫头，若无此重任，朕这一生便可以与你潇洒度过。只怕现在还未与你厮守，就要分离了。皇上，臣妾会在宫中等着皇上全身而归。小丫头，朕要为你画一幅画，朕要把这幅画带到军营，带到战场，就像你陪在朕身侧一样。主子，有封密信。僭越，此去平城，不知何时得归，不知是否再归。你我今生无缘，但我依然感激上天，让我遇见你。今夜别离，就让我为你演奏最后一支小曲吧。到底画好了没有？快了，快了，小丫头，你再坚持一下。我觉得我的脸都要笑僵了。那你换一个哭脸呀，反正你什么样子都美。你莫不是在戏弄我？朕哪敢啊！从小到大，都是你戏弄朕的份儿。给我看看吧，你画的怎么样了？不行，还没画好呢。明明都快画好了，给我看看嘛！还没画好呢。你是不是把我画得很丑，所以故意不让我看的？画好了你再看。哎，不给你看，我看一下嘛。不给。
小丫头，你怎么了？突然觉得头晕。那快休息一会儿，不闹了。皇上，天色不早了，你也早些回去歇息，明日还得早起。小丫头，战场上向来兵刃无眼，真怕是此次去了，便回不来了。别胡说。皇上此去，是带着万民的期待和祝福，必定会取得大捷，平安归来。朕只是说万一。没有万一。皇上，你答应过我，会帮我寻回灵儿，你就不能食言。你跟灵儿都是我的知己，我不会放弃寻找灵儿，更不允许你出事。你听明白了吗？对，你说的对。短暂分别，只为相守，朕和你还有一生一世呢。一生一世？对，你和朕的一生一世。参见皇上。让将士们在这休息一下，研究一下行军路线。是。皇上，外面有几名齐国士兵想偷袭我放粮草营，被巡逻兵发现，等我们追出去，人已经不见了。荣景，这么快就得到消息了，用这种卑鄙的手段，简直欺人太甚。传令下去，加强戒备，再有来袭者，杀无赦。是。叶天意现在在哪儿？我怎么知道他在哪儿？叶天意现在在哪儿？探子回报，叶天意带着虎符和军队逃去了乐齐。乐齐？玉宁，他就算是逃到天涯海角，我也会把他找出来。